申請外勞來港後，僱主要負責啲咩？成功請到外勞其實只係第一步，外勞到港之後，僱主仲要負責一連串法定責任、合約責任同日常管理，必須按標準僱傭合約所訂嘅薪金支付，而且工資期屆滿後，僱主應盡快支付工資，任何情形下都唔可以遲過7日，薪金必須符合香港法定最低工資要求。每7日內，外勞有權享有至少1日休息日，工時安排亦必須符合合約同僱傭條例規定。外勞同本地員工一樣，受香港勞工法例保障，僱主需讓外勞享有法定假期、有薪年假。根據僱員補償條例，僱主必須為外勞購買僱員補償保險，涵蓋工作期間嘅醫療及賠償責任。僱主須為外勞提供免費醫療保障，涵蓋工作期間嘅醫療費用，包括因工受傷或患病。住宿安排係最易被忽視嘅紅線，提供宿舍必須符合相關標準，人均面積、衛生設施、消防設備都要符合規定。會有勞工處巡查科上門檢查，唔合規嘅住宿安排，懲罰非常嚴厲，所以最穩陣係選擇合規外勞宿舍，例如由專業公司管理嘅宿舍。記住訂閱頻道，唔好錯過其他外勞管理貼士。